大家好啊，我係音音，今日嚟到新港西路，帶大家探一間比較有趣嘅咖啡空間。首先嚟到門口，大家睇到佢呢度係一間服裝店嘅形式，好難睇得出佢係一間咖啡店。咁佢入邊呢有好多賣衫嘅地方，入邊有一個製作景觀嘅一個步驟，同埋入邊擺有好多唔同嘅公仔啦，可以揀唔同公仔，同埋有一啲多肉俾大家去選擇嘅。咁我哋依次加入自己想加入嘅泥土啦，藍色嘅一啲沙啦，或者淺藍色嘅沙，可以放一隻自己中意嘅公仔或者唔同嘅石頭，最後再鋪上一塊台先啦，再插上我哋中意嘅多肉，鬆一鬆土，最後就可以完成我哋一個作品。當然啦，佢有好多唔同嘅公仔，咁你都可以揀啲中意嘅公仔將佢放上去嘅。最後呢杯城市綠洲嘅飲品係加咗青提汁嘅，所以成個口感係好清新嘅一個感覺。